細個嗰陣，我對呢個世界充滿無盡嘅好奇。我想喺舞池飛翔，想喺大海探險。喺我眼中，生命唔應該只得一隻顏色。但大人總係話讀好書先係唯一嘅出路，好多想做嘅事都未必可以發揮。我成日諗，如果每個人嘅光芒都只能夠被框框住，咁樣嘅成長係咪真係我想要嘅呢？長大之後，我成為咗一個不斷挑戰自己嘅人，但係我更想做嘅係幫每一粒種子揾到屬於佢哋嘅泥土。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佢哋獨特嘅天賦，佢哋唔應該只係考試嘅機器。後來我致力創造唔同嘅舞台，打破邊界，等佢哋可以自由咁探索，不斷發光。我希望無論喺水底定係燈光下，每個人都可以自信咁話俾世界聽，我嘅天賦係值得被看見嘅。就等我哋一齊努力，燃點每個靈魂嘅光芒，創造一個屬於自己嘅烏托邦。